局長、阿東總、胡博士、黑屏主席、預報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下午好、中午好。我冇諗過今日居然會有咁多人嚟到現場啦，同埋今日天氣咁好。其實咧，我哋呢幾日呢一個月咧都非常之擔心今日係會落雨嘅。咁見到今日其實天氣咁好，咁多人嚟一齊玩咧，我哋非常之開心啦。咁其實咧，我哋呢一個場地裏面咧，今日有60個嚟自18個全國唔同城市嘅攤位。呢個咧其實係比我哋最初預期嘅嗰個規模咧係大好多。我哋除咗有大灣區城市好似深圳、東莞、珠海、江門、中山、肇慶、佛山等等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有嚟自北京、貴州、上海、青島等等嘅特邀城市一齊參加到我哋呢個嘅活動裏面嘅。咁其實咧，呢度每一個攤位咧都係我哋團隊喺小紅書上面或者喺其他社交平台上面一挖掘邀請過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每一個特色嘅攤位咧都非常之獨特，非常之獨一無二。所以咧，如果你哋想喺呢度打卡咧，係每一個點都係可以成為打卡點嘅。咁除此之外啦，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香港嘅參展商啦，亦都係非常之多嘅多元化嘅，包括我哋有社企，我哋有無醬咖啡、廉政公署嘅1974、網紅咖啡店 Arabica， 仲有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絲襪奶茶嘅製作攤位啦，亦都有香港青年喺香港嘅創業店，亦都有香港青年喺內地大灣區嘅創業店，充分體現咗香港多元文化同埋創意活力嘅。咁我哋今次活動咧，其實有3大主題啦。第一個主題係大灣區嘅融合、青年發展同埋地區經濟嘅。咁首先喺大灣區融合方面咧，其實我哋希望透過咖啡呢個共同嘅語言，推動大灣區城市嘅交流同埋合作，等大家可以更加深入咁了解到大灣區嘅發展。以往啦，可能我哋好多唔同嘅活動，我哋帶香港青年或者係我哋唔同嘅人，我哋會上去大灣區或者係內地唔同嘅城市去旅遊、去考察。咁但係咧比較少內地城市落嚟香港舉辦活動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想藉住呢一個機會啦，就請多啲唔同內地嘅商家過嚟同我哋一齊做一個交流互動，做一個雙向嘅活動啊！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嗰陣時候咧，將大灣區呢3個字加入佢活動名嘅時候咧，冇諗過咧係會將即係成個籌備環節複雜化咗咁多嘅。其實咧都非常之有難度嘅，因為我哋團隊其實都非常之年輕啦。咁但係正係呢一次挑戰咧，等我哋對於大灣區融合有咗更加深刻嘅體驗，亦都對未來嘅政策倡議咧積累咗一個寶貴嘅實踐經驗啊！就好似夏寶龍主任所講啦，勇敢改革，敢於破局，不斷創新，令到粵港澳大灣區更多嘅互惠合作、互動發展。咁我哋第2個主題咧，其實係青年發展。咁作為今屆區議會最後生嘅區議員啦，亦都係唯一一個00後，我哋都非常之重視同埋年青人嘅一啲連結。所以咧，今次我哋都係用一個年輕人最中意嘅話題咖啡去做一個切入點，希望同區裏面嘅青年咧有更加多嘅交流機會。咁除咗喺社區層面嘅參與之外咧，其實我哋學校啦、社區、西貢區嘅學校啦，亦都係大力支持緊呢個活動嘅。好似我哋後面有個叫做滾蛋嘅咖啡嘅攤檔，佢賣魚蛋燒賣，咁佢哋係區裏面整個中學去承包嘅一個攤位。咁我哋在場其實好多唔同嘅義工咧，全部都係嚟自我哋西貢區內嘅中學，而我哋就係有12間中學合共派出咗100個學生擔任義工嘅。咁呢個其實我非常之感動見到，因為體現咗咧我哋喺過往1年裏面同學校嘅一啲緊密嘅溝通同埋聯動，其實係非常之有成果嘅。咁第3咧就係我哋特區政府成日講嘅振興地區經濟啦。咁我哋其實今一次參展咧，有好多周邊嘅商場都同我哋建立咗一個聯動嘅合作，包括會德豐旗下嘅奧南海岸 Monterey、Savannah、Capri Place 同埋新鴻基旗下嘅 Hot Walk。咁希望咧透過呢啲活動帶動翻區裏面嘅人流啦，促進翻地區嘅經濟。最後啦，佢嘅最重要環節啦，就係鳴謝嘅環節。活動嘅成功舉辦咧，離唔開各方嘅支持。首先我要感謝我哋嘅團隊，充滿住活力嘅團隊，佢哋平均，但係隔離呢一班啊，其實咧我哋平均年齡都係得20零歲，有一個超齡嘅啱啱30。但係我哋平均年齡得20幾歲，我哋亦都冇搞過一啲大型嘅活動，我哋亦都冇經驗，咁所以咧見到佢哋一個比一個更加殘嘅樣嚟睇咧，即係就睇到我哋其實即係上一個月啦，呢一個月啦，我哋係非常之用心、非常之盡力啦，係將呢個活動搞好嘅。咁其實咧，佢哋每一位都體現咗我哋呢啲年輕人有嘅嗰啲衝勁同埋活力啦。咁好似海燕咁樣，抨擊風浪，迎接由治及興嘅未來啦。
咁除此之外啦，最重要啦，兩大金主招商局慈善基金會同埋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多謝佢哋大力嘅支持咧，先至等我哋可以邀請到咁多嘅商家、咁多嘅人嚟到香港一齊去搞呢個咁樣嘅活動啦。咁除咗呢兩位金主咧，其實我哋水贊助啦，有昆侖山嘅雪山礦泉水，跟住之後同埋京東物流係提供咗物流嘅協助。咁我哋其實即係如果操作嚟講啦，我哋呢一個月物流係我哋即係一啲而家坐緊嘅呢啲凳咧，其實係琴晚凌晨先至到嘅。咁所以咧，我哋為咗呢個物流，我哋跑咗東莞2次，係連夜運翻嚟嘅。咁所以咧，其實都非常之寶貴嘅經驗。咁到仲有啦，仲有各個政府部門都需要多謝民政事務處、入境處、康文署、食環署、警方、消防、海關、環保署嘅耐心協助。因為呢一個月其實你哋啲電話應該都俾我哋打爆咗㗎啦，每日都有20個電話打過去，究竟我呢個要點做？究竟呢個 O 唔 OK？究竟我呢個用唔用得咁樣？但係都非常之耐心，非常之感謝各個部門嘅關懷同埋支持。仲有福建社團作為我哋協辦單位啦，同埋廣西社團我哋要多謝，同埋山東社團。其實我哋即係喺籌備過程當中咧，我哋去唔同嘅機構、唔同嘅部門、唔同嘅團體，我哋都去請教去拜訪，去睇下我哋究竟可以點樣令個活動做得更加好。咁作為主辦方之一啦，我哋青年民建聯咧，其實都係由舊年開始先至成為支部嘅。咁呢個係我哋支部化之後第一個大型活動。未來我哋會繼續以平台化、項目化嘅方式去推動社區服務同埋青年工作。有咗呢次嘅經驗，我相信可以喺唔同嘅領域角度上面繼續延伸，將呢份活力延續下去，為香港嘅繁榮穩定貢獻更加多嘅力量。多謝大家。多謝 Angel， 繼續咧，我哋有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為儀式致辭，掌聲有請。陳力強主席、莊亞婷議員、余學傑副部長、各位嘉賓、各位青年朋友，大家下午好。今日真係天公造美啊！又唔係太熱，又唔係太凍，着西裝又得，着短褲又得。咁啊呢啲時間咧，最適合喺室外做活動。喺今日咧，我好高興係能夠位於出席咧，係由青年民建聯同埋咧係莊亞婷區議員辦事處舉辦嘅大灣區咖啡青年節呢個嘅企業禮。星期六嚟到呢個將軍澳嘅海濱咧，我平時喺呢度咧多數係入境處開會嘅，咁我好少有機會咧就行多2步咧行出嚟呢度。見到咁多咁有活力全部都唔過30歲嘅，即係我年齡嘅1/3到左右嘅後生仔，搞呢啲活動，又有咁多嘅攤位遊戲，有街頭表演，同埋最緊要咧有層層嘅咖啡香，即係令到咧成個人咧都係特別醒神。我知道今次呢個活動咧係匯聚咗嚟自全國18個城市、40幾間嘅咖啡店。除咗香港、深圳、珠海、東莞等等大灣區城市之外咧，仲有嚟自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等嘅好受歡迎嘅咖啡店，仲有社企頭先提過啦，就係有無醬咖啡，頭先啱啱試過，真係冇得頂呢樣咖啡啊！同埋當然啦，有我哋 ICAC 嘅1974咖啡啦。咁下次咧可以考慮請埋我有一間呢個中環好中意飲橙色嗰間，下次請埋你更加好啦。想知邊間睇我 Facebook 啦。咁大部分咧係嚟參加嘅人咧都係我哋香港同埋青姐同埋內地啲青年咧係開嘅鋪頭。我聽講佢哋咧仲研製咗好多有中國特色風味嘅咖啡。我聽講有皮蛋咖啡，又有呢個係陶瓷咖啡。當然啦，走唔甩嘅就係阿榮華最中意嘅茅台咖啡啦，係嘛？咁真係咧係好有創意咁陣間我肯定咧就係飲到個肚脹先咁大家。現場咧係為咗創意青年打氣之外咧，其實咧我都想喺度咧讚一讚今次嘅節目。今次我從朋友有啲叫成日電影導演咁嚟講，真係杯咖啡咧就係嗰啲年輕感覺翻晒嚟嘅。佢哋除咗全部都係27頭年輕人之外咧，係我仲特別想講下阿 Angel， 我聽到好厲害嘅。佢唔單止係我哋咧係本屆最年輕嘅區議員啦，聽講佢2018年嘅時候咧，放棄咗英國一間名牌大學嘅取錄，而選擇咗咧係去北大讀書，棄暗投明啊！
親身了解我哋祖國嘅發展。而家疫情最嚴重嘅時間咧，更加優惠翻嚟香港，係去最短缺嘅醫護嘅老人院咧係做義工。其實呢個反映到我哋香港青年人咧，除咗優秀之外咧，對於服務社會係充滿熱誠。其實咧，烘焙咖啡係一個藝術，需要咧準確咁樣咧把握嗰啲嘅火候，亦需要咧係高度嘅專注同埋耐性。我希望咧，我哋香港年青人咧，可以好似烘焙咖啡咁樣，喺奮鬥過程入邊咧，揾到最適合自己嘅節奏同埋溫度。喺大灣區咧，以及國家發展嘅路途上邊咧，係大顯身手，係透過不斷咧係嘅試驗，做出一杯咧屬於自己最香醇、最好飲嘅咖啡。最後我預祝今日嘅活動咧係圓滿成功，祝大家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多謝大家。多謝局長。之後咧係有請招商局集團總經理助理李亞東先生為儀式致辭，有請。尊敬的邓炳强局长、于学杰副部长、克勤主席、白丽副局长、郭俊峰处长、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谢谢。非常荣幸与大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并启动一飞冲天大湾区咖啡青年节系列活动。在此，我谨代表招商局集团向咖啡青年节活动的启动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嘉宾朋友们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咖啡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饮品，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意义，成为连接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桥梁。大湾区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创新区域之一，汇聚了多元的文化和丰富的资源。这次大湾区咖啡青年节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18个城市，特别是大湾区城市的特色商店，旨在以青年群体感兴趣的主题为媒介，促进大湾区的城市民间交流与融合，为各地青年朋友们搭建沟通交流的桥梁纽带。今天的咖啡节不仅是一场味觉的盛宴，更是一次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招商局呢，我们是1873年到这个香港来开展业务，始终与祖国工业运同时代共发展，与香港同发展共繁荣。在香港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招商局积极响应特区政府的号召，积极履行央企的社会责任，深耕服务社区。近2年来，策划推出了一系列以招商幸福村命名的社区公益服务活动，旨在积极推动香港民生事业的发展。这次大湾区咖啡青年节就是招商幸福村2025年系列活动开年的重磅项目，希望通过这次咖啡青年节活动，进一步促进大湾区青年朋友们的交流与交融。展望未来，招商局将继续助力香港政府齐改革同发展，惠民生接未来，积极履行央企的社会责任，为推动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贡献更多的招商力量。最后，衷心祝愿大湾区咖啡青年节系列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愿所有参与本次活动的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努力，为促进大湾区青年群体的交流与融合，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多謝阿東總。接住落嚟咧，我哋有請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民建聯主席陳克勤先生為儀式致辭，掌聲有請。Angel 局長、阿東總同埋阿胡博士，台上咁多位朋友同咁多位嘉賓，大家好啊！我係最後一個講嘢㗎，所以我會好短咁樣去講。但係作為最後一個致辭咧，通常都係最難嘅，因為要講嘅嘢其實俾大家講晒。我記得咧，Angel 年尾嘅時候，舊年年尾嘅時候走嚟同我講，佢話我要搞一個咖啡節。
我即時就碌大咗。我嗰陣就問佢點解要搞咖啡節啊？我哋唔係沖奶茶叻啲嘅咩？香港，佢就同我講，咖啡咧其實唔單止係我哋日常一個飲用嘅飲品，其實都係咧我哋喺個平台上面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特別係喺大灣區裏面咧，其實係好多年青人、好多中產咧，佢哋係希望去飲一杯好嘅咖啡，享受一個沖咖啡嘅過程。所以咖啡本身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平台。讓佢哋去，大家係做一啲嘅青年工作、社區工作，讓大家結合埋一齊。第二個問題我就問佢：你搞幾多日啊？佢同我講話搞3日，我即時就呆咗。我話嚇，我哋將軍澳支部搞活動都未試過搞3日嘅喎，通常就3個鐘頭就有，係咪你犀利？通常3個鐘頭，你搞3日，搞唔搞得掂㗎？事實上面咧，佢今天係證明咗俾我睇咧，佢哋一班嘅團隊、一班嘅年青人咧，其實真係用咗佢哋好多嘅時間、心機同埋努力，只不過係一個7個人嘅團隊咧，就可以將今天呢個活動咧係搞得有聲有色，而且係非常之多嘅人去參與，亦都有唔同地方嘅朋友嚟到呢度，呢個係令我覺得我哋嘅青年民建聯嘅成員確實係有佢自己嘅一套流量喺度。我亦都好希望咧，未來我哋青年民建聯嘅朋友能夠都好似 Angel 咁樣咧，喺地區裏面、喺社會上面咧，係多做一啲對我哋香港社會嘅經濟，對於我哋社區嘅建設都能夠有幫助嘅一啲嘅事情。今次嘅活動係證明咗我哋青年民建聯嘅朋友，我哋嘅地區支部嘅職員係能夠搞一個好嘅活動。我亦都期望你咧嚟緊同我哋嘅青年民建聯嘅區議員一齊，用行動證明你能夠係幫助特區政府係依法施政，搞好我哋地區嘅治理，做我哋民政事務專員嘅好拍檔，能夠做我哋咁多愛國愛港社團嘅好朋友，亦都能夠做我哋將軍澳居民嘅好幫手，一齊搞好我哋嘅社區，一齊搞好我哋嘅香港。多謝各位。多謝阿勤主席。接住落嚟咧，我哋將會頒發感謝狀。今次咧活動係得到西貢區12間